兄弟大家平安。现在的时间差不多哈，咱三个来祈祷，来开始咱下来的这个课程。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这个通日朝外无闲，到这个暗头的时，还阁你互阮有气力，也有意志，会当阁一摆自己到伫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也相信三个来分享，做伙学习。阮恳求你，互阮这基督徒通过这款的学习开放，互阮本身受造就，会当真正搁较会当跟对你，也互阮对做你的门徒来确实体验到这个身份所带来的福气，甲阮人生翻转无共款的一个新的路径。求你保守阮，互阮透过三个团契做伙分享，彼此学习，会伫灵命顶悬不断成长，来帮助伫阮本身，帮助伫阮的教会事工，建设阮的家庭，建设阮的社会国家。阮将这个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求你的神甲阮三个伫地，互你亲自将智慧赏赐互阮，来启发阮。也为到遮的兄弟姊妹，求你保守因的脚步，互因平安顺遂，也会当参加伫阮的中间。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进入这个第5讲啦，吼。来用这个我本来定的这个题目吼，这做门徒的代志甲福气吼，应该到顶礼拜就会当结束啦。咱顶礼拜已经讲过这个，通过这4讲吼，说明这个做门徒的代价是啥物？耶稣咧要求这个代价是啥物？啊，这代价本身甲福气吼，安怎样关联起来？就是讲咱咧付代价的时阵吼，就是咧享受福气啦。啊，这些代价毋是代价，代价变做福气这个吼。所以咱咧讲这个耶稣互咱的这个福气是咧讲你是啥物啊？毋是你有啥物吼。啊，你是啥物？对这个你付出代价了后，互你的生命更新变化嘛。所以咱讲吼，咱的信仰吼，毋是要成就咱的生命，是要改变咱的生命啦。啊，成就咱的生命，就是像咱顶礼拜咧讲这个马斯洛啊，我肉体这个生命存在，我需要真济物件来 sustain， 真济这物质的需求来支援我的生命，来成就我这个生命咧。啊，总是咱要找到迄个卖无去的福气哈，卖失落的福气，卖互擦抢去的福气哈。迄个是爱互咱变做啥物款的人，毋是讲咱拥有啥物哈，讲拥有的物件会无去，啊，总是你变做是啥物款的人，这个事哈是卖无去的啊，所以迄个福气是永远的福气啦。啊，总是哈啊，顶回咧甲咱讲到这个耶稣伫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迄个故事哈，啊，伊讲伊问一个问题哈，啊，分做2摆问嘛，啊，要问的是讲我是啥物人。啊，总是伊无一摆就问了啦。伊问讲，这一般人讲人子是自罪，啊，再佫讲，啊，若是恁讲我是自罪，啊，是我咧讲这个，这个啥物？这个教律法的先生吼，来问耶稣讲，我要安怎行才会得到永远活？啊，这耶稣吼甲伊讲，你读这个律法读了是安怎？伊讲这真心、真性、真力、真意，听主你的上帝，佮听主变成家己。耶稣甲伊讲，你讲的是对。照安尼行就活啦。啊，总是这教路来先生，搁甲耶稣问啦哈，问讲啊，自罪是我的厝边啦。就是讲这真济咱咧探讨的这个生活信仰的问题哈，有真济时阵伫这前半段拢会结束啦。啊，耶稣咧讲要安怎行才会得到永远活？啊，就教路来先生回答就对嘛。啊，你真心、真性、真力、真意听主你的上帝，佮听厝边上家己嘛。耶稣讲安尼讲会对嘛？照安尼行就活。这是第一个阶段的题目就煞啦，啊，总是咧教律法先生佫再问的题目意义伫倒了。自罪是我的厝边啦，就是讲实践啦，实践。讲你袂当干咧知影知识，啊，咱有真济理论找着答案吼，啊，遐是到这个知识，这 knowledge 的这个 collection， 你接受了这知识咧，啊，这知识吼，袂互咱有生命啦。我顶回咧讲。教律法先生吼，伊毋是毋知影，伊这答案拢知是安怎要去问耶稣。因为伊有知识，种知识无互伊变做一个真正对这知识得到帮助的人。啊，咱有真济信仰的知识吼，
咱读圣经、领受真侪信仰知识，种这信仰的知识有变做咱的帮站无？啊，这就讲爱实践嘛，爱搁一个实践的面。所以这个耶稣问这学生讲：人讲我是治水吼，搁来问讲，若是恁讲我是治水嘛？你爱个别，你家己爱 involve 啦，你爱实践出来，爱甲你的信仰的这知识化作你的生命，化作你的生活吼。你才会经验到帮站啦，啊，无干那这知识伫遐飞来飞去吼，是干那知识啦尔咧。啊，这是无论是伫这个教律先生的这个问题，啊，伫这个耶稣伫这该撒利亚腓立比甲这学生的这灵修吼，拢总是有这第二部分啦。第一个部分吼，咱知影这理论咧，但是第二个部分总是咧问讲，啊，那安尼免怎去实践，免怎行出来吼，免怎行出来。啊，所以我接续这4讲吼。主要是倒转来讲咱啦，这也是耶稣的这个登山部分的后半部分啦。啊，讲这些物件了，过来咱基督徒安怎来行，安怎来回应哈，安怎来生活来回应这个物件。所以这讲哈，第5讲我要讲的就是这耶稣咧讲的这个做这细光地盐啦，做细上的光，地上的盐哈。8讲内底哈。我有该分做这3大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咱讲到这做门徒的代价哈。啊，第二个部分讲到这个做门徒的福气啦。啊，这是咱题目用这个讲做门徒爱付出什么代价，经验着什么福气哈。啊，第3个部分哈，我伫这个所在爱来甲咱分享的就是讲，啊，那安尼知影付出代价，经验着做门徒福气了，咱安怎去甲这门徒挖出来啦哈？这门徒的使命，甲这门徒的身份是啥物哈？这是这个。第3个部分啦吼，啊，这3部分其实也是对这个咱咧讲这个大宪章哈，顶礼拜咱用这个登山宝训哈，这个马太5章1节到这个7章29节，这段圣经会当讲是这个圣经内底真宝贵的一段圣经啦哈。即咱讲这个耶稣上山伫这个山坪的所在哈，对这个学生发出来这个教训啦哈。啊，这登山宝训哈，我顶礼拜有讲这咱一般伫教会界叫做天国的大宪章啦，就是咱即摆咧讲宪法共款，这上帝国的这个宪法啦哈。你若读这个马太第5章的进程哈，你就知影讲这是耶稣呼召门徒招学生啦，啊，这学生招来甲伊做伙了后吼，甲这学生带到这个山坪的所在，啊，伫遐吼，这学生开始宣讲，啊，这宣讲内底吼，这结果吼是安尼啊，是。先讲这个做门徒的这个福气啦，恁来军队我吼，啊军队我即马上山底下宣布8福啦。军队我吼，恁会得到什么福气？啊，会得到什么福气？这是我拄仔咧讲，甲我爸无讲看，耶稣是开始讲福气啊。先讲有啥物款的这个福气的？啊，这个福气咱顶礼拜有讨论过吼。伊这个福气拢是一个，甲咱一般咧想的福气无共款的。啊，就是讲，咱世间人咧追找福气，真侪所在咧找啦。啊，做生意伫生意场咧找福气，啊，做官伫即个官场找福气咧，啊，做即个无共款的即个头路吼，咱拢伫逐个头路，望会当有即个 achievement， 有即个成就嘛，啊，会当有满足嘛，这是咱即个人生咧追求即个福气咧。啊，总是耶稣来吼，伊即马甲遮个人召集做伙吼，啊，咱知影迄阵对耶稣的人真侪拢是即个。比较这社会上较边缘的人、丧乡的人、破病的人，伫这较弱势的这些人咧，这些人来军队耶稣吼，耶稣甲因应允吼，什么款的福气？所以这个耶稣提出这个8福啦，8福气。啊，这个8福气吼，我顶礼拜讲叫做讲这是 alternative blessings， 这个另类的祝福啦，另类的一个祝福啦。就是讲你伫这个世间吼。有真侪物件，可能你想要爱吼，你无一定爱得到。啊，就是讲咱的这个人生有真侪物件是不操之在我啦。啊，总是吼，咱的生命吼，伫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内底，咱有一寡物件是咱会当家己操创的。啊，迄操创就是讲，你有法度甲这个人生的生命看透彻无，会当看穿透这个表象吼，去看到这个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无。啊，若会当去看到这个，也是讲咱用这个教会这个一般咧讲的话，讲你若是去明白讲咱的生命是对上帝来，啊，你若是有法度徛离开你的人生一个距离来看，讲咱的人生一段伫遮吼，对头到尾安尼过吼，
咱毋是伫即个生命的内底得到啥物呢？伊讲我若互我即个规个生命要安怎样诚做一个有意义的生命的时阵，要安怎样互即个生命有意义？就讲你跳离开即个生命，倒转来看即个人生的意义的时阵甲你踮伫即个人生的内底伫遐咧挣扎所以我咧讲用即个贾博士迄个网络故事嘛，一世人拍拼，趁遐侪钱趁到安尼讲伊倒伫即个病院的时阵，伫遐咧看讲我趁遮侪钱，即马我看着敢即个机器的声啊，敢即个医疗机器的物件咧。所以即个人生对遐个倒转来想讲若互我定来互我定来设定我人生的即个优先次序的时阵啥物物件是我优先次序？就是讲咱穿透啦看透即个咱的人生的即个表象倒转来设定咱人生的意义的时阵，这是耶稣伫即个八福内底咧甲咱讲的咧。咧甲咱讲的即个人的即个福气是对的，对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你安怎样得到福气？你若是一个有五望的人即我讲即送香的人，你若是一个送香的人你即个送香若无变做你的重担，送香互你变做一个咱像即个管底无甜的人有一个愿望，有一个追求，有一个理想咧奔跑的人生的时阵，这是一个福气你有一个信念，甲上帝三角结合做伙，告诉上帝的国是因的嘛？上帝的国是因的福气，毋是讲你会得到啥物是你变做即个经验上帝国的人所以这是讲对即个八福啦，这是即个1节到12节的所在，咱顶礼拜已经讲过这了后才开始讲到即个做门徒的即个使命，你有福气，对耶稣有福气，对耶稣有福气了你要变做一个什么款的人？你要安怎样去行出即个新的即个门徒的即款的即个使命出来过来才讲到即个门徒的即个实践啦就是讲安尼即生活，你生活安怎实践做结论伊才讲到嗰个下门用即个下门来对应即头前即个所在啦。耶稣咧讲即个跨的门是真侪人行嘛总是下门较少人行啦总是你若要会当进入即个上帝国，都爱经过即个下门嘛这是即个结论的所在所以即个门徒的即个身份的所在，这对应一个啦门徒的身份所在，直接讲到两项，一个是讲到咱现在要讲这第5讲的这世上的光，地上的盐啦第二个是讲到这自由的人，咱是做光做盐的人，咱是做一个自由的人这是伫这第5章13节到16节这第5章17节到48节我甲加一个啦，就讲咱咧讲这门徒的这使命甲身份我甲这保罗伫这加拉太6章12节到16节加一个这做新创造的人啦，就是讲咱若是一个做门徒经验遮了后，互耶稣甲咱呼召了后咱变做有这个门徒的使命甲这个门徒的身份啦这门徒的使命伫这个世光地盐的所在表现出来，门徒的身份伫这个做自由的人做自由的人才表现出来这是过来就讲那安尼咱就变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这讲到这第7讲的所在。世光地盐咱较听要讲这门徒的自由这咱后礼拜，我后礼拜甲过个礼拜我有时我调换啦本来是这个新造的人伫第6讲，我甲调倒转来，互这个第5章这个互伊接续来讲了，再来讲这个保罗这个加拉太的所在啦这是安怎样要加这个加拉太的所在？因为这个耶稣伫这个登山宝训内底咧讲这个自由的人这个门徒的自由，伊主要咧论述的是咧论述讲这个成就律法啦。成就律法啦，讲什么款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顶礼拜我咧讲这保罗伊咧讲这个律法亲像镜嘛，互咱栽做嘛，所以伊咧感觉讲，咱若是对律法来死律法人若死，律法都无管他我啦。律法若无管他我我就自由啦。所以我有咧用这个啥，这个青红灯讲嘛，应该记吧青红灯我咧讲，青红灯是好啦。因为青红灯，所以咱有这个特殊嘛。总是青红灯袂甲咱救啦你袂当讲我有青红灯所以我甲串红灯，青红灯会跳来甲保护袂嘛。所以青红灯讲你知影安全甲无安全尔袂甲你救咧。所以保罗的结论来讲，若安尼无律法较好啦。因为若无律法，我就袂犯法啦。你若莫甲踩青红灯，我就袂去串红灯咧是不是？这是保罗的理论是安尼啦。所以讲这律法是互即个罪活起来啦。
啊，律法就追挖起来咧，啊，追递到咱犯罪，递到死嘛，所以律法是递到死咧。所以保罗才问讲，安尼敢是迄个良善的物件导致咱无良善的结果，敢是安尼？伊讲毋是啦，伊讲这律法吼是一个镜，互你知啦，啊，你要安怎照镜啊，伫遐来自省啦。啊，总是吼，咱来看这个后礼拜吼，这后礼拜讲的，就看这个耶稣伫这个登山宝训内咧讲到这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伊的讲法毋是安尼啦，伊的讲法是讲吼，咱的自由是安怎？是超越律法啦。毋是去放弃律法啦，毋是讲啊无律法较好，毋是啦。伊讲你会当有律法，啊，总是我咧行的代志吼，我咧做的代志吼，需要超过这个律法，超过这个律法的这个规定啦。意思是啥物？伊讲吼，律法是一个礼物啦，啊，律法是一个礼物。你讲青红灯啊，这是一个礼物啊，这我用今仔话讲，青红灯是一个进步的社会表现嘛，敢是？啊，进步的社会才有青红灯嘛。落后的社会都毋免青红灯嘛，啊，所以若是安是讲无青红灯较好，还是有青红灯较好？啊，咱讲有青红灯吼，所以咱才开始互这个交通的特殊创起来嘛。啊，青红灯若是无去的时阵，这交通就混乱嘛。啊，我逐日上班吼，拢爱过一个这个交流道，啊，这个过交流道吼真趣味，我逐日甲算吼，其实若安尼过交流道顺序的时阵吼。上济3分钟到4分钟，按吐掉安尼啦。总是一半摆吼，吐咧20分钟、半点钟咧。啊，原因是啥物？都嘛毋是讲啥物特别节日啦，啥物哦？是安怎安尼？干一个问题，就是指挥交通的人无共人啦。啊，指挥交通的人无共人吼，啊，迄日你就差不多当咧半点钟咧。所以这个无青红灯去，还是讲这个交通的这个特殊无去的时候，毋是讲你就袂犯罪，有影我袂用法啦。我就是乌白龙拢袂用法啦，啊，总是啥？结果是塞车嘛，大家拢无方便嘛，啊，也是讲混乱嘛。所以耶稣咧讲的律法毋是安尼，耶稣咧讲青红灯若是要互咱会当安怎有一个礼物来保护咱的性命，来帮助咱的特殊的时阵吼，安尼咱就爱用这个保护性命、帮助特殊这个去甲实践啦。咱咧实践法律，毋是实践这个法律的条文啦，实践这个法律的精神啦，这是这个。耶稣咧讲的这个文道的自由啦，如果你若是伫你的生命内底吼，你已经照这个真理咧行，啊，你照真理咧行。若讲我到无论有青红灯无青红灯的所在，我拢会让人啦，我拢会注意这个特殊吼，我小心来行的时阵吼，有青红灯无青红灯对咱就无影响嘛。啊，咱出国的人定定知影讲，伫这国外吼，这半暝吼11、2点咧塞车，啊，青红灯咧倒吼，啊，都明明无车。大家就乖乖啊停咧，啊停咧1-2分钟伊嘛咧停咧，都青红灯就青红灯，伊就袂过。啊，伫台湾就毋是安尼啊，敢是？伫台湾佫日时有警察伫遐，伊嘛甲冲过去，啊，所以有青红灯嘛无效咧。所以你讲我若是已经习惯讲即款会让人啊会注意这个安全，迄青红灯已经毋是对着我，毋是踢界啦，无踢界。如果咱的生活要安怎，互咱活甲变做一个讲安尼，用这控制的话讲随心所欲不逾矩啦，啊。就讲咱会当甲这生命活出一个真自由，就是讲咱无啥物款的这个困难吼，来甲这个律法的这个真精神，甲伊活出来这个情形。啊，这吼，咱后礼拜才讲啦吼，伊这个底有讲到讲，就论这个对受德的态度，对这个经验的态度，对这救助的态度吼，反映这个物件啦吼，这是咱后礼拜要讲的这部分啦吼。啊，这过来就是讲这个文道的这个生活啦吼，这。登山宝训哈，这个耶稣的这大宪章内底，文道的使命就是更加严，文道的身份就是拄仔咧讲这个自由哈。啊，这文道生活这实践内底哈，伫这个6章1节到7章29节遮，伊讲真济啊，讲到这个稳重的信仰哈。啊，这咱今日我来小可讲到啦哈。啊，过来就讲这天顶的这个财宝哈，啊，无论断人啊。有防这个假先知哈，这个登山部分内底，耶稣特别提出来这警告的部分哈。啊，这稳重的信仰就是讲，你讲施舍啦、祈祷啦、禁食啊，咱有阵时啊，咱咧实践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时阵，咱会想讲来禁食，就来街啊路12路口互看吼，人知影，大家人知影我咧禁食，还是我做啥物款好代志，就报互大家人知。特别今仔日这款的这个传播的时代哈，你讲你有啥物款的这个成就吼，啊，都爱去宣传，都爱报互人知啦吼。啊，总是这信仰吼，有另外一个面，就是讲是稳重的。
稳重的啊。耶稣讲你若是报互人知吼，就报互人知，报互人知就是伊报赏已经了啊啦啊，你做的啊报赏就了咧。啊，你若是稳重的时阵吼，迄个报赏是留伫后来啦，留伫天呢哈，留伫上帝迄个所在。所以这是咧讲即个大宪章内底即个结构啦哈，就是讲特别即个福气啊、使命、身份啊，甲即个生活、即实践即三个大部分啦哈。好，我讲今仔日咱要倒转来讲，就是讲伫即个8福的了后吼，耶稣开始讲到即个做门徒的即个使命是啥物啦吼，啊，即特别对即个13章的所在吼，伫遐咧讲到讲，恁是盐啦吼，盐若失味吼、失咸吼，啊就无法度搁互伊咸吼，诚侪废物啊踮伫涂骹任人践踏啦吼。啊，讲恁是世间的光啦吼，光是起伫即个山顶的城吼，袂当甲伊惹空啦吼。这是咧讲到即个耶稣咧讲这对这门徒咧讲啊，讲这8福讲了吼，甲伊讲恁嘛。啊，恁就是遮个军队耶稣的人啊，讲恁是人类的盐，恁是世上的光啦吼。但这就是讲恁安尼受呼召了后吼，要变做啥物？所以咱咧讲这世光地盐啦。这世光地盐是耶稣对这军队伊的门徒所提出来的一个期待嘛。啊，对耶稣的人要安怎样做光做盐，做这世光地盐啦。啊，所以咱咧讲这耶稣呼召，咱搁倒转看即个条件嘛。即个呼召咱的条件，也是讲这委身的代价哈。啊，做门徒的这指引哈，也是讲教母，也是咱咧讲这福气，咱拢一直甲这个放杀家己，看无家己背十字架连结做伙嘛。啊，所以看无家己背十字架吼，是呼召的条件，委身的代价，啊是即个福气的来源。啊，咱即摆讲即个。看无家己甲背十字架，也是咱受呼召去做门徒即个使命的指引啦。咱有使命咧，而且使命是根据啥？就团这背十字架嘛。耶稣咧讲背十字架，甲这有啥物关系？也是讲咱的身份吼，咱做基督徒吼，这舍己背十字架这个身份是一个什么款的身份啦？吼啊，所以这是你讲咱这耶稣基督吼，到尾手就要向钉十字架。啊，钉十字架这项代志是反映2项。反映伊摒空家己嘛，所以保罗讲伊无掠家己做所着接受的，伊本是上帝，本有上帝的形象，无掠家己做所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嘛，取罗卜的款式，成做人的样相啊。既有人的款式，就屈家己咧，这拢咧讲舍己嘛，就屈家己到底死咧，死伫十字架顶悬，死伫十字架顶悬，所以这个。耶稣这个对耶稣吼，这上界核心、上界中心点的所在吼，就是这耶稣对咱提出来这个舍己甲这个背十字架的这个要求咧。啊，这个要求咱提过讲，这个甲呼召的关系，这个甲门徒委身的关系，啊，这个甲这个福气的关系伫倒咧。啊，咱过来要讲是讲，这个甲这个使命甲这个身份的这个部分有甚物款的这个关联啦吼。啊，所以这个连接起来就讲，咱咧看舍己，我讲舍己这是。透过灵修来达到的哈，所以舍己是一个灵修的功课，爱灵修才法度啦哈。啊，另外一个是讲背十字架，啊背十字架这是一个承担嘛，一个使命嘛，一个责任嘛哈。啊，所以这甲咱拄来讲这个5个部分是有一个互相关联伫咧啦哈。所以换句话讲哈，这个十字架这个代志哈，咱咧讲这咱教会哈，有当时啊讲较济这个耶稣的国话，讲较济耶稣的胜利啦。啊，讲较少即款即个十字架啊，所以咱免怎倒转来即十字架的信仰。咱咧讲的即个胜利的物件，逐个宗教拢讲会着，拢会讲啊。总是咱咧讲即个十字架的即部分吼，较少宗教会讲，较少其他的即个宗派会讲。啊，即个物件拄拄是咱的即个教会吼，啊，像基督徒即信仰的上界核心、上界重要即个所在吼。所以那安尼即十字架的使命是啥物吼？那讲伫这耶稣吼，这学生咧呼召讲啊，恁来对我，就爱看无家己背十字架对我吼。啊，迄时阵其实那照这圣经记载吼，耶稣是还未互钉死嘛，还未互钉死哦。耶稣未互钉死，所以伊咧甲这学生讲，恁来对我的人，就爱背十字架，背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吼。这2个意思哦，一个是已经清楚看到伊家己的使命嘛。所以咱讲，伊甲这学生带去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伫遐开始甲伊拆明伊家己的这个未来要行的嘛。
恁甲我伫即个家里里即3年久，这是一项代志哦。即马恁要搁对我无？爱对到即个耶路撒冷，啊，这就是要去面对十字架。所以耶稣甲这学生开始讲明嘛，我都爱去面对十字架。所以毋只有这彼得甲伊动啊，毋通去啊，你莫去啊，甲伊动啊。这就是讲，即个耶稣咧甲因呼召是家己吼，清楚看到伊家己的使命啦。啊，伊这使命是安怎？咱会记彼得甲伊动的时，彼得甲伊讲：你是基督真我上帝囝，是讲你是石盘啦。啊！伫即个石盘顶，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哦。我甲天国的锁匙互你哦。伫第二年你开的，伫天年要开；伫第二年你北的，伫天年要北哦。这是讲彼得认捌耶稣做基督这项代志的时阵，耶稣甲伊学了吼，是甲伊肯定咧。啊，总是吼，当耶稣讲伊都爱去这耶路撒冷受这十字架苦楚的时阵，彼得甲伊动啊。这代志千万毋通发生伫你身上。耶稣甲伊讲啊，你即马变做半下少啊。啊，变做踢界了，你变做撒旦咧，啊，你阻挡我的使命咧，你咧讲的毋是上帝的想法，你咧想的是人的想法咧。所以这个部分，做基督徒吼，伫这个对耶稣的这个部分，伫这个耶稣咧转型对这个加利利要进入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关爱吼，是一个真敏感、真严肃的一个时刻咧。啊，所以这是一个挑战啦，一个挑战咯。所以耶稣家己看到家己这个使命伫遐了。啊，这个使命是啥物款的使命？这个使命毋是一个，那对当时毋是高尚的使命咧。伊彼得去动耶稣，莫去耶路撒冷吼，这咱若设身处地啦。咱今日咧想讲，哦，耶稣要耶路撒冷，这是真崇高嘛？敢是真崇高？要去啊，为着世间人来死咧。总是伫这个耶稣咧，甲这学生宣告讲，我要去耶路撒冷，要受定死的时，迄个时阵，这十字架定死是啥？十字架是一个。罗马吼，咧刑罚即个死刑犯最残酷的一个刑区咧，就是讲咧判人死刑啊，甲伊定死罪吼，迄个刑罚上界残忍的一种方法之一嘛。哦，咱今日即个死刑犯咧刑的是真讲人道嘛吼，有你甲注射互死，无就1000罗都要死啊。即马斩头嘛无咧用啊咧吼，所以咱看这 ISIS 你讲斩头用迄个影片出来，全世界人拢震惊嘛。震惊，毋是咧讲伊杀人啊！杀人，逐个国家拢咧杀人，美国嘛，逐日拢咧杀人咧。啊，总是即款用这个影片甲你翕出来，啊，用这个斩头的刑法，公开世界人知影，这对生命即款的这残忍的这做法吼，逐个人无法度接受咧。所以这是讲，这是十字架伫耶稣咧讲这个时阵吼，对彼得也是对这学生来听吼，毋是咱今日咧听即款了解哦。遐学生咧听是咧听当时的一个犯着这个叛乱罪啦。讲对这个外犹太人来讲吼，这个殖民地的人来讲，犯着叛乱罪的人吼，才互人去刑的这款的这个死刑的物件咧。啊，所以用这耶稣的时阵来看，这耶稣咧甲这学生呼召讲：恁若要跟对我吼，就背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这个面吼，咱看到讲这耶稣家己对家己的这个使命的理解，所以伊咧讲的物件，伊有这个理解。啊，总是学生咧听伊的吼，是当时是无法度这个理解哦。就是所以佢哋讲，伊是也未定十字架哈。啊，总是这显示出这个对家己要面对这个受苦的这个挣扎哈，啊，甲伊的这个使命的威信啦。你若讲耶稣会甲这个彼得讲，你当我去受十字架苦痛，这是踢界的。半下少是撒旦的工作吼，这是咧表现讲，这个耶稣对家己去面对这十字架，这是有一个真强的使命感嘛，敢是？伊认为讲这个物件伊无惊袂杀一啦。咱有看这个啥物？这个电影吼，会叫做啥物？啥物？一个啥物款的这个我想袂记，这天主教的这个导演拍迄阵真出名啊！耶稣啊，从也算受难记啦哈，受难记这个电影哈，迄是个天主教的这个导演拍的这片，啊，伊迄个导演吼，伊对这个耶稣的死有一个真特别的了解，伊了解是咧讲吼，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的死是咧表明这个世间人的罪的上重啦，啊，所以咱的罪重甲安怎？所以伊讲这耶稣都爱用足济的苦难吼。爱用受足大的苦，才我都去满足这个人苦难的救赎啦。
所以迄个片吼，我来看是非常血腥嘛。你有人去看？用迄拍甲这规身躯啊，这个皮什么皮开肉绽哦，这个规身躯啊，血流起。这有点咱唔敢看咧，看迄个型，看袂落咧，目睭唔敢闭紧看咧。啊，这是这个导演的这个神学哦。这导演的神学，伊讲，咱讲耶稣顶十字架死，这会当真上定德、真抽象德来了解嘛。上帝的囝顶十字架啊，救咱的罪，安尼讲真紧就过去哦。你无感受耶稣顶十字架有啥物了不起咧？啊，总是这个导演就是要你看讲耶稣顶十字架死这项代志，甲咱的罪这个关联是啥物？咱的罪重呢？所以耶稣都爱你来看耶稣迄个受刑、受拍、受辱，即款的这个伤重的情形吼，啊，才有法度倒转来看到讲我的罪偌重啦。啊，是讲我的罪是遮尔重，得爱耶稣爱受遮尔苦，我的罪才有法度耶稣甲承担起来，就用这个来看咧。啊，所以这耶稣家己吼，伊咧呼召这个门徒讲，恁着对我，啊，着背十字架来背家己十字架来跟对我的时阵，伊咧讲的是咧讲伊家己的使命啊，因为我若是无相信讲我去遐去用钉十字架死，这是一个有甚款重要的使命时，伊袂去呼召别人来甲伊做行这条路咧，佫彼得家主动时，佫家骂讲是撒旦是绊骹少咧。啊，这个使命是啥物？这使命对耶稣来看就是改变嘛。我对你讲，这是带来改变的这个意思。啊，这改变是啥物？咱通常咧看这世界的改变，拢是用武力改变嘛，拢是用武力改变啦。你讲咱想要改变啥物物件，爱用这个力爱想办法去甲对方改变。咱即摆咧真济咧改变啥物嘛是安尼，拢用这个武力改变。啊，总是吼，咱即摆伫这世界上吼，也是讲咱最近这台湾的这个真济这个抗争运动开始去学习到的物件是啥物？是讲你愈用武力吼，你改变愈袂来啦；，也是讲你用武力改变出来改变也无改变啦。啊，这是真吊诡啦！就讲你用武力推翻的起来吼，啊，通常迄个用武力推翻的人起来，家己变做独裁的，敢是？啊，所以吼，开始人对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个文明变化内底去学习到一项就是啥物？就是讲非武力的改变、和平的改变吼，才有法度持续啦。啊，恁知影这个非武力抗争吼，这上个出名的就是这个印度的甘地嘛，甘地嘛。啊，你知影甘地吼，伊家己讲的啦。甘地讲伊学这个非暴力的抗争是对啥物人学的？对耶稣学的咧。所以有真侪这基督徒因为安尼，因为甘地讲即句话吼，就去甲甘地讲，甘地是叫做匿名的基督徒啦。匿名就是讲无名啦，无名基督徒啦。甘地就是信耶稣的，甘地就是对耶稣的啦。真是安尼讲，这印度人是真无欢喜啦，印度人感觉讲甘地都不信耶稣，是安尼就讲，伊是干咧看耶稣教这袂歹，甲伊讲，甲伊学到这样代志，学伊这样代志，都毋是基督徒嘛，所以总是anyway是讲，这耶稣吼，伊要去耶路撒冷这个十字架这个代志吼，这后壁稳重的物件，毋是干咧讲咱即摆咧讲这个救赎论讲，耶稣死啊，咱得着救，毋是这个问题啦。迄耶稣家己欢喜选择你知影这个犹大啦也是讲当时真侪军队耶稣的人，遐奋水党的人，奋锐党徒真侪这奋水党的人，因咧期待耶稣带入耶路撒冷到这个中秋节进入这个城门的时阵，甲这衫裤铺伫涂骹，中秋节举喊话前行后退，喊话和散那，这对上帝来得到福气。这个人咧期待是一个革命呢，你期待是一个啥？政变啊，是一个革命，一个脱离开这殖民地这款的这个革命运动咧，总是耶稣拢无做咧，耶稣拢无做，所以耶稣无做也是承受真大压力所以咱会当看着讲这个入耶路撒冷，耶稣咧甲这学生呼召讲，恁来对我，恁甲我来行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真大的威信啦，也是一个真大的征战啦，咱会看着这耶稣心来征战。所以是安怎伊就要甲学生带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伫迄个所在来做这个领袖会，伫遐来定清伊的身份啦。恁讲我是啥物人？恁捌我无？你甲我做伙行，你知影我要创啥无？事实证明学生都毋知啊。甚至学生伫这个退休会甲伊做伙去甲耶路撒冷，嘛抑阁毋知是啥物人啊。到耶稣国外，伊嘛抑阁毋相信啊，敢毋是？所以规路看起来是安尼咱来看这个圣经故事是安尼咧。总是耶稣这是政治的政治咧，学生迄个立即得的是毋知啦，
啊，毋过你看，这后来伫这姨妈个两周啦，啊，到这个多马的这个妖仪啦，这初代教会安尼征战了后，耶稣伫这该撒利亚腓立比甲因讲的话吼，发酵啊，发酵后来变做有效嘛，啊，变做有效咧。所以这个耶稣个我的这个证明出来了后，遐惊死的学生，逐个人倒走了，啊，遐惊死的学生吼，佫倒转来咧，佫倒转来，所以就变做逐个毋惊死啦。我这学生伫这初代教会，真侪咱讲这个顺道者的会就是教会经济嘛。这后来是这学生真正毋惊死倒转来，啊，是安怎毋惊死？明是惊死的，他毋惊死；耶稣互掠去就走了，他毋惊死。啊，是安怎后来毋惊死？讲这信仰的经济哈，透过这个过程，耶稣种伫这个学生的这个心上咧。所以伫这后来这个过程的中间吼，这学生的信仰发芽啦，布依咧，开始成长，起来。所以你讲这12届这项代志吼，这是你讲改变哦。总是这改变，毋是咱普通咧看伊讲用力去改变啦，毋是用力去改变啊。啊，这甲上尾讲我会讲到是上帝国啊，耶稣见证这上帝国，甲伊即摆咧安怎样咧讲伊使命这有关系啦。啊，所以这犹太有人讲犹太吼，就是要逼耶稣嘛。甲你骂啊，你就爱起来反抗嘛。啊，甲你送入去这虎口，你就爱甲这虎对抗嘛。啊，无下算耶稣无对抗啊，耶稣无对抗，种两定12家，所以到尾这犹太甲遐钱吼，定明这个祭司吼，家己出去自杀咧。啊，就是讲这犹太吼，伊若是干咧真正爱钱，啊钱摕着就好啊。啊，耶稣用定死就定死，伊就要甲骂啊，他有啥问题？所以有人讲这犹太毋是哦，犹太伊是一个混水党的人哦。伊伫咧期待耶稣是讲，你既然甲阮带吼，啊，既然你有遮尔大的气力，啊，阮一直咧期待弥赛亚来，就是要解放嘛。啊，要解放啊，互阮安尼做殖民地，做奴才，做遮尔久，啊，即马你都有力啦。啊，既然佫入耶路撒冷这政治经济的中心、军事的中心啊啦，所以你应该是要推翻这个罗马政权啊嘛，应该去革命嘛。啊，伫这个张持之间前行后退，遮尔济人，这就是一个革命好时机啊。啊，总是也看耶稣无做咧，吼。耶稣无做，所以该出卖嘛。啊，甲出卖是讲我逼你去面对，逼你去爱起来领导嘛。啊，这是耶稣无领导咧。啊，这是这个部分，咱看到讲这个，咱讲耶稣提出来这个另类 alternative， 这另类这个观点，啊，用另类这个信仰要互咱这个无共款的这个出路是倒位了哈。啊，就讲12家是透过牺牲带来改变哈，毋是透过这个武力。啊，所以这款的改变就是疼的革命咧，疼的革命啊！所以我顶回咧讲到讲这个疼甲爱无共款啦，啊，疼甲爱无共款啦。咱的这个一般的伦理观念是这爱的啦，啊，爱是成就咱家己嘛，啊，咱咧讲爱这句话的时阵，就是用自我做中心，用我做中心才会讲嘛，我爱嘛。所以无迄个爱是别人爱啊，我爱嘛，才有这爱，才产生这个意义出来咧。啊！总是耶稣做的这个革命吼，这个改变毋是这个爱的革命咧，是疼的革命咧。啊，疼革命是自我牺牲嘛，那疼是爱自我放弃、自我舍己啦，啊，甲自我拼空，互我无去，互我牺牲，互我痛疼，来成就对方，变做一个创造性的这个革命。所以12家吼，伫这个所在有这款的这个改变，啊，甲这改变的内涵的这个无共款的这个意思伫咧啦吼。所以马太这段圣经咧讲到这个地盐细光啦吼，这地上的盐、细上的光吼，也会当倒转来解释讲这耶稣咧讲的这背12家什么意思？啊，背12家什么意思？啊，背12家咱来讲啊，我今仔日叫你去背12家，所以你要做一支12家来背，毋是遮尔字义的意思啦。哈，耶稣遮咧讲背12家的意思呢，用这款委身的使命甲这疼的革命来看，就是做盐啦，做光啦，而且用真通俗的话啦。用真通俗的话吼，来解释基督徒的使命啦，是讲门徒的使命。讲咱做门徒吼，都爱行出这个背12家的生命，背12家的生活。啊，这个生活是啥物？就是互咱的生命变做盐，变做光吼，的这个款式啦。啊，那变做盐、变做光的款式吼，这是啥物款的款式啦？就是盐甲光啊。头一个讲盐甲光拢是入世，所以咱咧讲这个。看无家己的时阵吼，咱有当时啊会偏向迄款讲变做出世去啦。这宗教拢安尼吼，这大部分的宗教拢有迄款到某一个程度爱出世。啊，其实咧讲这个
看无家己的时阵吼，这某一个程度就是出世，我甲这世间拢看，我顶回咧讲，看无你家己，就是你甲你边仔物件看无啦，敢是？就是甲边仔物件放下嘛，就是看无家己啦。我无需要满足我家己的时阵，就是看无家己的。啊，所以这个有迄款出世，甲这个世间怎隔离开，跳离开这个世间的这款的意思啊。总是吼，耶稣咧讲做运动，毋是安尼啊。虽然讲要求咱虚极，看无家己，要求咱背十字架吼，总是这拢是入世，亲像盐甲光共款啦。所以伊才讲温度受呼召，进入这个耶稣团契吼，这生命受改造啦，对这个受改造吼，啊，有甲这世界无共款的价值观念啦。盐甲光也是讲咱看无家己背十字，甲这世界的观念无共哦，也承受这个上帝国的这个福气啊，这灵修啦。所以咱伫这个世间内底吼来写记啦。我咧看无家己的时阵，毋是我家己爬来深山来甲家己孤立起来，毋是啦。愈会当看无家己的时，是我愈伫这个人群的中间啦，愈进入社会中间吼，活出迄个我毋是为着家己活，即款的生命形象。所以咱基督徒并无迄个出世即款的观念啊。耶稣毋是迄款出世的即款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哈。啊，佮连老耶稣连是转一个角度讲，都爱承担使命嘛，就讲你爱背十字架嘛哈。所以遮伊咧甲学生讲的是讲，进入这个团契吼，毋是遗世孤立啦。咱基督徒吼，毋是一个出世啊，甲这社会无关系的人吼，是都爱入世吼，啊，伫所受呼召的社会中间来承受上帝所交代咱的使命啦。啊，就是来做光做盐啦。啊，这耶稣做光做盐吼，家己伊要做光做，伊就要背十字架，伊就要上十字架，所以伊也勉励这学生，勉励伊的门徒吼。安尼来对伊啦，所以盐甲光吼，的这个功用，我想这咱大家人真知影啦吼。是，释迦牟尼因的观念吼，是出世还是入世？交耶稣有啥物不同？释迦牟尼吼，伊较某一程是较出世，伊是出世的这个，所以伊是感觉讲这个伊是看世间看空嘛，啊，所以伊咧看是外在的空，毋是伊内在的空啦。耶稣是看内在的空啊，虚极的啊，这个释迦这个佛教的这个教导是咧讲，这个世间是空嘛，所以这主体性是伫咧。所以这个，你来看这个禅宗的这个上界，互人定定咧留的这个禅宗的这个思想吼，就是这个南禅嘛，啊，就是这个啥物人？这个南禅迄个禅师叫啥名？伊本来是一个这个。这样像这名怎废去？慧能啦，慧能对啦，慧能啦哈。这慧能哈，伊本来是一个庙寺的这个小和尚啦。啊，后来伊承继这个第五世这个衣钵嘛哈。啊，是第六世嘛，六祖嘛。啊，你知影伊后来去互伊的这个师兄甲伊追杀嘛。所以伊逃走到南方去，啊！伫南方的所在，怎隐姓埋名？这是伊的老师甲伊讲的，叫伊讲唔通迄样，因为这个伊的师兄是较有势力。啊，有一摆，这就是咱真出名的这个，有一摆伊伫这个南方的一个庙寺吼，啊去参加这个师傅的讲经啦。啊，咧讲经是坐伫下骹听嘛，听师傅咧讲啊。啊，边仔两个这个信徒吼，伫遐咧争论啦。讲这外口咧风咧吹这个。咧吹啦，爱机仔咧叮当啦，啊，所以这个一个其中的一个信徒就讲，你看，迄个机仔咧叮当啦，啊，另外一个讲机仔无咧叮当啦，因为是风咧叮当啦，机仔无咧叮当啦吼，因为风吹机仔咧叮当，所以毋是机仔叮当，是风叮当安尼啦。啊，这个慧能吼，坐伫边仔听啦吼，听两人伫遐辩，啊，对甲应一句啦，讲吼机仔嘛无叮当，风嘛无叮当啦。是你的心咧叮当啦，你的心咧叮当。啊，这个庙寺迄个主持吼，听到伊咧讲这个时阵，切者啦，我这个是啥物人？吼，是安怎伊这应答的物件遮尔富有禅意安尼啦。所以讲经了的时阵，甲这慧能请入去啦，
甲问啦，伊听风声听讲即个六祖来伫南方嘛，毋知伫倒位嘛，甲问，就正式讲就是伊安尼啦。就是咧讲即个唯识论啦。咱讲后就讲唯识论，就是讲咱咧看物件的时阵吼，其实是即个认识论咧影响咱啦，就是你的认识论啦，认识论就是讲你认识啥物，你看到即个物件，你看到机仔嘛，所以一般人看到机仔咧颠动啦，看到机仔颠动，总是若是讲有即个洞察力的人的时阵吼，伊感觉讲机仔咧颠动，其实是有迄个无看的力，伫这机仔边仔咧颠动嘛，就是风嘛。风甲吹，这机仔才会颠动；风若无吹，机仔才会颠动。是风吹咧。总之，无两个人对辩论是机仔是风咧颠动吼。这对这慧能伊看着讲吼，这问题点在你的心啦。你的心若无颠动的时候，你的心若无颠动的时阵，这风甲机仔颠动无颠动，都无影响啦，无干涉咧。你心去受搅扰的问题咧。所以这到尾就修行吼。毋是修伫讲你要甲风动起来，要甲机仔动起来，毋是咧。修行到尾就是倒转来，互你的心静嘛。我心若静吼，你外口做风台，我心嘛静咧，无影响我咧。所以咱受影响的是咱世间咧发生的代志，是我受影响的时，迄个代志才产生意义嘛，敢毋是？咱逐日伫这世间新闻一大堆哦，遐新闻对你有啥物影响？无影响啊。是当你看到报纸，这个报纸甲你开始关联的时阵，迄样代志对你有意义嘛？迄意义是啥物？就是你的心的问题咧。所以这到尾就是非常唯识论啦，唯识论的这个讲法。所以这是有这个出世较有这出世的这个观点啦。就是这基督教是较偏向入世。总是你也知影，咱伫这中世纪的时阵吼，也有这出世的这灵修中世纪这修道院吼，也起伫山顶，嘛有迄个修道人吼，像咱即摆咧定咧学了即摆这个新的教皇的名叫做这个 Francis 就是讲这 Francis Assisi 吼，伊就是原来是去管离世灵修的人就是讲伊会听这个鸟仔的讲话，会听这个树仔的声，会甲鸟仔对话啥物就是讲这个灵修。咱的教会内底有即款的传统啦毋是拢无啦。不过伫这耶稣的教示内底，即款的传统也是都爱甲这个入世结合做伙。咱知影这个天主教有这个修道院这个一种的修道院迄个修道院是你若一旦入去了就一世人无搁出来迄个叫做什么修院毋是，伊迄一种叫做什么院。这台湾有几间伫这个倒位，伫这个二水田中遐，原来有一间迄伊迄是啥物？伊迄就是讲，你若是发誓要修道入迄款的所在你就无搁出来外口你无甲人接触啦。总是就是拢无接触即款完全对这社会介入进去对迄个传统来讲，也毋是完全出世啦。伊安怎创？外口的人伊通常甲这修道院去做伙。外口这修道士这修女会送物件互食，然后会甲即个外口的即个消息整理摕入去互伊啦。因伫内底讲我无搁出来的意思，毋是讲我就无插代志伊是专务祈祷啦。所以这外面的人甲即个需要祈祷的代志整理好，甲这食物件送入去互伊，遐物件互因因就是伫内底对其他代志拢无受其他影响，因就拢无看别人就看到这个修道院这个计划摕互因的物件食遐物件规日伫内底灵修，摕起来就是祈祷。所以也是对这个世界对这外口有一个影响伫咧啦。这安尼讲，我想到一个这个神学家就是咱顶回咧讲这保罗田利克，伊讲一句话印象真深啦伊讲咱有当时伫这个社会中间即款用街头的这个力啦，用这个政治的力，用真济力咧做影响这拢好，这拢有影响力啦。不过伊感觉讲对这个世间的这个批判这个影响挑战上大的是啥物？伊讲就是隐修士隐修院啦，就是隐修院就是你若有一种叫隐修院就是迄日语就无搁出来迄款的叫隐修院。这个铁入去咧讲就是这个隐修士啦。伊讲隐修士对咱的挑战是啥物？通常我若伫遮甲你冤家甲你相骂，我甲你讲啥，你甲我讲啥，安尼是甲你批评尔嘛？这批评你会当甲我反驳，我批评你无一定爱接受咧。伊讲这隐修士，伊到某一个程度就是讲，我参甲你批评嘛，无甲你批评，是吧？
因修士对这个世界是甲你放弃的啦，啊，总是伊甲你放弃这个世界了后，伊佫甲你活伫迄个所在啊，伊爬去这个山顶，爬去这个修道院的所在吼，伊伫迄个所在无爱甲你，无爱管你啦，拢甲这个世间放弃安尼啦。啊，这放弃吼，咱这个世间就变做一个问题啦。咱伫遮咧活，伫遮咧做咧努力吼，啊，咱定定伫后壁面有一种人，迄种人看咱咧做物件，拢无甲咱无甲咱算在内啦，就是讲袂满意咱做的物件。伊讲即款的即个无形中的即个批判啦，就讲这修道士吼，伊会当对这世间完全抽离出去吼，啊，甲这世间看做讲你在做物件，我拢无咧管你安尼吼。即款的即个态度吼，变做即个社会一个真大的即个 critique 会批判咱啦，所以咱定定爱去面对即款的批判。咱搁安怎成就吼？我倒转去看，还有一寡人根本就无咧插咱即款的物件。所以这铁律是讲吼，即款的即个修道士，阮因修士的即个道德批判的无形中的力吼，就是咧促成即个社会无法度安心啦。不管咱安怎做，咱拢应该袂安心。咱定定有另外一个超越的力伫迄个所在，咧甲咱激励，还是讲咧甲咱批判伫咧。啊，这是即个田律课吼，伊咧讲到即个隐修的即个部分啦吼。啊，所以拄仔咧讲即个盐甲即个光吼，这入世这部分啦。这一个物件性质，盐吼是白的晶体，所以代表清气，代表公正啦。这咱大家人知影。啊，这功用吼，光甲盐这功用，盐的功用较属这祭司啦，光的功用较属这个先知啦。咱咧讲这个教会吼，这个耶稣的这个角色啦，耶稣做这个弥赛亚角色吼，有三个身份啦。一个身份就是做这个先知嘛，所以耶稣真 critical， 真批判啊！逐项物件拢批判，这个对法利赛人、对希律党徒、对这个撒土该人、对这个甚至对这百姓，伊嘛是甲因教导咧，真侪这批判的力咯。啊，这是用这光的这个先知的这个角色哦。这是另外一个面，耶稣是祭司咧，大祭司嘛啊！而且大祭司是讲这耶稣是一个为着人民来牺牲的哦，家己做祭司嘛。所以伊咱像羊羔被抬嘛，啊，然后伊家己佫做大祭司，家己来献祭嘛。所以讲耶稣家己是祭司，家己也是羊羔啦。所以这是咱今仔日对这耶稣的这个理解，就是讲羊羔祭司，就是讲伊用家己做牺牲哈，也是讲伊来做这个人民的这个代表，啊来追求这个上帝的这个稳定甲这个拯救。这是祭司的身份啦。啊，耶稣佫另外一个身份哈，就是君王嘛。所以咱讲耶稣的三个身份，即君王、先知甲祭司嘛，总是即君王的部分吼，即伫即神学上真侪讨论啦。后来即个大部分的神学家吼，甲即个耶稣的君王身份，甲叫做 servant king， 就是讲即个奴仆的王啦。就是讲咱一般咧想君王吼，即耶稣伫即个路加22章讲的嘛，伊讲伫外邦有称做君王的吼，咧治理因嘛。总是伫恁中间，毋是伫安尼嘛？伫恁中间，迄个做大的要做事势，做头的要做车营嘛。啊，这是这个耶稣伫这个最后晚餐的时阵吼，所宣告的。啊，这咱即马 YMCA 就摕即句话嘛，摕即句话咧讲，即个 to serve not to be served 啊，就是去服侍，毋是要互人服侍嘛。这是这个耶稣的这个教导。啊，这个教导吼，就是咧讲耶稣这个君王性啦。伊是王咧，啊，总是咱只讲王，咱像是这个封建的一个代表啊。这国王啦，这个皇帝拢是封建的代表嘛。咱今日民主时代无咧看这个封建的王嘛。啊，总是咱要讲耶稣是咧这个喊着这个弥赛亚内底像这个 King of Kings 嘛，吼，这万王的王嘛，万王的王，耶稣是万王的。啊，这王是啥物？耶稣做王是像伊伫这个路加遮讲的嘛，啊，外邦称做君王的吼，称为君尊的，伊是来咧统治人嘛，来咧管辖人嘛。总是恁中间是啥物？恁中间就是我的团契，耶稣团契啦。咱这属于耶稣团契人，伫咱中间毋是安尼咧。伫咱中间做大的爱做事势，做头的爱做车营嘛，做奴仆啦。所以那耶稣要做君王的时阵吼，这个君王的身份是一个 servant king， 伊的君王的表现吼。毋是即个封建的时代，即个君王的款式啦。伊个君王的方式就是用伊的牺牲，用伊的服务嘛，用伊的即个做奴仆的款式来做君王啦。啊，这是咱中原大学吼，
对这创校的这开始到即马，一直坚持一项代志啦。咧起头咧做人拢想讲咱是咧补版面啦，吼，咧报纸甲咱登啦，吼，啊总是做22年就无版面啦，做20几档哦，咱当年安尼做，啥物？就是伫咧毕业典礼的时阵吼，要求董事长、要求校长、要求国院院长吼，出来甲学生洗骹，甲学生洗骹。我一摆去这美国吼，这纽约啊，甲这个亚洲高等教育啊，这个基金会吼，而且董事演讲，董事真济是这美国大学的教授嘛。啊，我咧甲因讲，咧讲这基督教大学安怎做教育啦。啊，我举这个例咧讲啦，你讲中原大学安尼对创校以来一直坚持到即嘛吼，要求这个学校的这个leader啦，这董事长、校长、院长，这是学生上届以后的人嘛，要求出来甲学生洗骹，无人相信啊。无人相信啊！我想这无相信是真自然哦。你今日是台湾吼，你认要去大学甲门口讲，叫恁董事长来甲学生洗骹看伊袂无？啊，叫恁校长来甲学生洗骹看伊袂？无人袂啊！所以咱学校吼，啥物人做校长都出来啊！不管你基督徒非基督徒，你要当个大学，你就是爱出来洗，爱甲学生洗哦。啊，洗10几档，洗20档安尼，对开始到即卖。这有一年我入去了无偌久，有一年吼，这学务处、学务处的这学务长提出一个建议讲。咱莫阁叫校长甲学生洗骹啦，莫阁叫院长甲学生洗，咱换来改互学生甲父母洗骹安尼啦。啊，迄阵这王建先咧推这啥物员工甲父母洗骹嘛。我讲吼，你去做，找另外一个时间做啦，啊，会使。咱鼓舞囡仔孝敬父母，这毋是无甚歹代志，学校嘛爱教育这个嘛。啊，总是你找别个时间去做啦吼。毕业典礼这个吼。这基督教精神伫这个所在，啊，这也是咱学校的特色啦。每一个有学无12个，就是毕业生家己爱选，毕业生家己选12个代表出来啦吼。2000个学生，是2000个学生，逐年拢2000学生毕业典礼哦。所以是因选12个出来啦。啊，我来讲，这是基督教这基本精神啦。啊，我定讲，我伫学校内底也是讲，这家长来我甲因讲啦，我甲学生嘛讲啊，我讲吼，中原大学。做基督教学校吼，咱160几间啦，我嘛甲董事会甲这个校长，我2个校长嘛拢甲因讲咧。我讲吼，台湾160几间的大学吼，无欠你中原大学一间咧，敢毋是？敢有欠？中原大学管起来，你大学管起来，台湾敢会安怎？啊，无欠这一间啦。咱的学校若要存在吼，爱甲咱的社会证明吼，无咱这间袂使，敢是？啊，无咱这间袂使是啥物袂使？你若要提供我老师的配拍比台湾大学的老师写较侪篇，那无可能啦！啊，台湾大学一年收的钱吼，咱20-30倍呢。你要带甲台湾大学比，啊，所以毋是比啥物？我讲咧比咱这个做基督教大学对学生的人格教育啦，啊，人格教育。人格教育毋是干你讲啊，做一个品行好的人，毋是咧。做人格教育就是讲爱做一个吼，对这社会有负担的人啦。咱有讲有吊命啦，有使命感嘛，啊！我甲学生讲哦，我讲创校到即嘛吼，逐年叫校长、院长啊，这个董事长甲恁洗骹吼，毋是咧洗假咧，吼实在洗哦。啊，洗这要甲恁讲啥物？我嘛甲家长讲，我讲吼，这校长、院长，逐个嘛摕博士学位，啊，逐个摕啊做正教授哦。这个人若讲都爱出来甲恁洗骹吼，啊，恁怎啊摕一个学士学位出来有啥了不起？你伫遮博士毕业有啥物了不起？啊，我讲拢无啥物了不起。啊，恁学的物件若出去社会无变做别人的祝福，你的专业若袂当变做别人的利益吼，你什么都不是啊。你的校长甲你洗骹，啊，你摕一个学士出来讲，我要趁偌济钱啊？我讲这毋是咱学校目的咧。啊，我甲这个家长讲啊，我讲你囡仔送来遮吼。咱要甲教的吼，毋是干你遐专业知识咧，是这专业知识安怎变做别人的祝福，变做社会的祝福嘛？啊，这咱基督教大学做，互人感觉讲，这间大学毋通无去啦，啊，这间大学无去，逐个人会毋甘，啊，恁才有存在必要，无人个100几年伫遮咧经营，咱就20几档伫遐要安甲人拼，啊，这是讲耶稣的精神啊，就讲做这 servant 萝卜啦，啊，这萝卜是啥？萝卜变做 king 咯，是无？当你有能力通去服侍，有能力通去服务的时阵吼，你才开始产生一种影响力啦。即摆是这个外口的册房真侪叫做这servant leadership 哈，这个
仆人的领导，好，啊，仆人的领导就是咧讲咧，我即个顶礼拜吼，咧学校都要起校门嘛，啊，做即个感恩礼拜啊，啊，我叫我去讲啊，啊，我咧讲咧，我咧讲这校门吼，起伫遮是无事使啦，啊，咱都无墙围啊，才着门，对吧？门就是有墙围啊，才着门，啊，无墙围啊，起门要创啥？啊，我就讲即个中原大学吼，即真趣味啊，对开始起这个学校伫来吼。一日干拢咧念要起校门，一日干拢念要起礼拜堂，啊，起到即嘛吼，逐项拢起了啊，校门甲礼拜堂拢无起啊。啊，我是咧讲吼，这看起来咱像讲是失败嘛，想要起的拢做袂起来嘛。啊，总是我想这有上帝意思咧。啊，讲咱一个学校吼，若用学生做中心吼，毋是甲校门先起咧，毋是甲礼拜堂先起嘛，应该先起教室嘛，应该先起宿舍嘛，敢是？学生做中心，学生来遮，你袂当互伊好势读册，袂当互伊带好势吼。你干日你起你爱物件，它有啥物意思？啊，所以我讲，咱学校是用学生做中心，所以对这个宿舍起，对这个教室起，对这图书馆起，对这个学生的活动中心起咧，起甲拢起好啊，即摆才倒转来想我来起校门咧吼。这校门啊，咱若无，我讲咱若无这个墙围啊啦，有起校门有起校门嘛是会当入会当出去啊。所以这校门吼，若无墙围啊，伊就毋是真正的门啦。伊是一个象征啦，精神嘛。我讲精神吼，袂当22年前起啦，对无？20年前讲我要设一间校，起一个精神，啥物精神？无精神嘛，对无？咱22档啦，22档啦，咱22档累积啥物款的精神来，累积啥物款的效果来，所以你才起起来这个物件，爱甲你的学校相称嘛，啊，所以这个校门，还是讲这个礼拜堂，应该是这精神的这个累积啦，啊，这累积啥？你校门有意义无？这个礼拜堂有意义无？是你学校办学有甲这精神产生出来。你学校若办学无甲这精神产生出来吼，你直接敢讲教会吼，人讲你教会是安尼嘛，是不是？哦，学校若无公义啊，你敢讲哦，阮这基督教校，阮基督教无公义嘛？啊，所以你要甲这个精神创出来，一定甲你这个学校办学的这精神吼，爱连结做伙嘛。所以这学校大家人爱有这整体啦，所以是讲你看这这影响啦。啊，我跟你讲是讲这影响啦，这咱的影响力吼，这理了。以前讲是管理嘛，啊，我跟你讲这耶稣讲我是门嘛，啊门是啥物？耶稣讲吼，这牧者吼，才对大门入去啦，啊好的牧者就是讲。会互羊安尼有草料食饱，会当安全嘛？啊，爱讲我是门啦，我就是好的牧者咧。爱讲好的牧者捌伊的羊啦，啊，叫因的名啦。然后吼，伊带羊出来时阵是行伫羊的头前啦。我讲咱台湾人吼，有这饲这赶鸭嘛，敢是？啊，饲这鸭啊，饲鸭你知这养鸭人家，咱毋知有看无？养鸭人家咧赶鸭的时阵吼，这个饲鸭的人伫行伫倒位？行伫后壁啦，这车啊举咧安尼赶鸭嘛，叫做管理啦。所以咱即摆咧讲管理学啊吼，管理学袂当过管理学，这管理学就像郭台铭安尼啦。郭台铭管理学是真好哦，啊，所以伊咧讲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里嘛，那是这个也名言嘛，魔鬼藏在细节，所以伊管理足严嘛，所以严到尾手发生啥物？啊，咱大家人知影，最近佫发生敢是？啊，这员工吼跳楼咧，先咱要跳楼。哦，我看报纸咧，像我是真趣味咧。你伫中国这员工去郭台铭的公司吼，伫遐做一世人啊，离开厝遐尼远，中国遐尼大，离开厝遐尼远啊，做一世人吼，伊赚的钱吼，毋达到伊对顶悬跳落去的赔偿的钱，你知影无？伊跳落去，迄赔偿金吼，比伊伫迄个公司内底安尼做一世人累积起来迄个钱较济咧。啊，你要跳啊？哦。你跳，你忍受一世人安尼，即妻离子散、家庭破碎啊、孤单伫即款安尼，真济即款艰苦的生活内底，啊，你趁一世人吼，毋达着我即马跳落去，我兜的人领比我做一世人趁较济钱，安尼要跳啊？这管理吼，有当时是安尼，这人性若失去的时吼，这管理有当时是产生真侪问题咧。啊，所以即马咱咧讲这管理较无应该管理啊，爱改做领导啦。领导啦，哈，领导是啥物？领导就是讲，你有法度mobilize这员工来对你啦。
管理是我用这个制度甲你控制、甲你要求，我甲你限制，所以打卡嘛。咱好，到即摆还咧 struggling 吼，就是讲要打卡无？这对这顶一任这陈金城校长开始就讲，咱基督教大学咱不打卡，不打卡，所以咱无咧打卡。干一种人爱签到啦，就是去签到这个国科会这个，还是这边是科技部的案的吼，遐助理遐爱签到，无法度遐报互因的吼。啊，咱家己员工拢无咧签到，无咧打卡。咱问讲，安尼有效果较歹无？这真看嘛。学校若做互即个员工认同的时阵吼，这效果较好嘛，大家人愿意对你嘛。学校若做无互你认同的时阵，我头前甲你管，甲你打卡，打卡大家伫遐啉咖啡食报纸，根本就无咧做人过共款啦，时间嘛是消磨去咧。所以这耶稣咧讲的讲吼，牧者吼。伊捌伊的羊呢，甲全群带出来吼。伊讲行伫羊的头前啦。咱若是讲会当一个学校、一个教会、一个机构吼，讲咱领导者行伫头前吼，全体员工拢欢喜对你行吼，就成功啊嘛，敢是？就认同嘛。所以这个坊间真侪这个册店吼，咧卖这个 servant leadership， 这个仆人的领导吼，就是咧讲这嘛。伊咧讲的意思是讲，你爱去得到。带人带心啦，得到这个员工，大家人欢喜认同你咧，然后即大家人激发出来这个力吼，就大。再个另外一个是讲这个Google，我毋知有讲过无？这 Google 公司吼，伊的这个员工管理足特别的，我常常用这个勉励这个学校啦。我讲吼，咱常拢是想讲，我请员工吼，要甲伊买伊的劳力啦，是吧？所以打卡就买劳力嘛，你8点来打卡。下晡时啊5点下班打卡，所以这中间就是我你买来吼，是我的，你爱才做工课咧。这 Google 吼，伊讲我若请你来吼，你来甲我做，你若直接做8点钟吼，你干那用6点钟来做我的工课就好啊。剩的2点钟吼，你袂使等伊啦，我伫公司总是做你家己的代志，做你家己的代志。我搁钱互你啦，我有一个 seed money 吼，有这个啥，这个。什么种子基金啊？上面一撮钱互你，你去做你家己的代志。你总是吼一个条件，就是讲你2点钟，迄个2/10啦，2/10的时间你安怎做，拢属在你，拢无人甲你管哦。就是你若做了吼，因为这种科技人嘛，你若做了，你迄个物件挂起来 Google 啦，挂起来 Google 平台啦，互人去点阅啦，点阅若无偌济，就了去就刷你失败嘛，就安尼啊。你若点阅率吼达到一个程度了吼，公司怎甲你买啦？这个物件是变得有市场啦。公司甲你买投资你开始来发展。伊讲吼，我毋是要买员工的劳力尔啦，我买你8%是你买你的劳力哦。总是我5万，我用2%的时间，我买你的智慧啦，买你的智慧嘛。我智慧比劳力较有价值啦。这是拢是即马咧讲这个规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想法啦。咱即马甲真物件甲爆死吼，咱台湾即嘛是安尼啦。台湾物件爆死，到尾手是大家人拢干咧负责任的尔啦。这规个创新拢无去咧，还是创意拢无去咧。这公司吼，你看这真侪公司安怎发展到一个程度拢落来，拢落来。这 HTC 吼，伫台湾捌安尼请甲不得了，即马吼，所以这是咧讲这个影响力啦。咱有定咧想讲吼 ，to be served。互人服务啊，就不得了咧，互人服务就不得了。总是有当时啊，你咧影响人，毋是互人服务咧影响人。你有权力，即台湾上个典型嘛，做总统上有权力咧，上有权力是你做总统的时有权力啦。即台湾上不幸是做总统来，大家人拢爱去加压咧，这权力是啥物？因为你有权力真正，你摕到权力的时，你为非三者嘛，所以你总统来的时阵，你就问题一大堆咧。所以迄款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影响力啦。什么款的影响是无限？就是讲你的能力嘛，能力啦。这个你讲这 servant leader 哈，这个牧人的领导，迄个册内底你讲一个故事啦。伊迄故事真简单，就是讲一个旅行团迄拢是一寡这企业家，这公司的老板吼，大家人组咧去旅行咧，去请一个这个啥导游啦。迄导游是一个安尼老的人吼，甲因带咧，迄个人吼。无人甲注意啦，伊伫个时阵甲因搬行李、上车创啥，安尼甲因创大家人无感觉伊存在咧。这旅行团行到一个所在，到一个旅馆咧吼，毋知偌久了后，
有一日即个导游讲啊，伊即马有啥物代志袂当遐要爱转去安尼啦。啊，逐个想讲你转去无转，你也无重要啊。阮这种大老板大迄种，你要转头有啥物要紧就转去咧。伊转去了，第二日逐个人怎袂晓佚佗啦？无，拢袂晓，毋知要安怎啦。就是讲迄个人吼，拢无出名，啊，总是安怎？伊伫默默无闻的中间吼，甲即个行程规划甲足好势，啊，逐个人袂感觉，这是仆人啦。啊，总是意思仆人吼，总是伊咧领导咧。迄故事过来是讲吼，讲有一摆啦，有一日后来吼，有一日迄个团内底一个大老板吼，去一个城去啊，毋知做啥物生意的时阵，去拄着迄个仆人啦。伊拄着迄仆人的时阵吼，则找看伊倒。我是一个修道院的这个主持啦，讲迄个仆人是修道院主持啦。啊，伊讲伊用这个例咧讲啦，讲这一个修行真好的人吼，伊咧甲你做领导的时阵吼，伊毋是安尼，互你看我徛遮悬，你看大家看着我毋是咧，伊无形的中间呐，甲你影响。啊，总是我若无伫咧，你就知影我的重要。啊，我伫遮你可能拢无感觉安尼啦。啊，这是耶稣的这个领导是这个领导咧。伊离开去啊，咱就开始感觉耶稣的这要紧是对的。伫咱中间的时阵，大家讲理所当然，无啥物样哈。这是讲这个影响力哈，影响力毋是干对这个结构啦、官位啦，还是讲这个身份。我定来讲，我做副校长，我即马做副校长，我有做副校长的权呢。我若做校长，我什么都不是咧，但是就是你这个职位互你的权嘛。啊，总是你讲我啥物物件我比你较会晓，啊，我会当甲你帮衬吼。我囡仔吼，我若电脑袂晓，我无囡仔就袂煞哦。我电脑袂晓，紧敲电脑叫我囡仔来啦。啊，所以我要比电脑拢会甲伊控制，影响力比我较大嘛。啊，你有迄个能力的时阵吼，你有法度继续领导，毋免做官咧。啊，你若无能力，干那靠迄个权力，啊，就迄个时间啦，落来就无去啊咧。啊，这是你讲到这个影响力吼，还是讲这耶稣咧展现的这个生命，这个无共款的形式啦吼。我甲即张讲了吼，咱再来休困好啊吼。所以这盐吼，盐伫遮有这个调味、防腐、医治、渴慕吼。盐食了会佫喙焦吼，渴慕即款的这个功能啦吼。啊，这调味、防腐、医治吼，拢是这个祭司的这个工课啦。啊，所以咱做祭司是啥？做祭司讲帮助人嘛。咱的教会做祭司，所以咱的教会爱做好撒玛利亚人，咱都爱去帮助这受苦的人，就有这个祭司的这个功能伫咧。啊，所以教会袂当失去祭司的身份啦。啊，教会袂当失去祭司的身份。这是另外一个面吼，这光吼是先知哦，先知上面是透亮照光嘛，对比甲这个光甲暗表现出来哈。啊嘛是有医治哈，医治的这个功能啊，互人安全，互人喜乐，这是。光啊，光是较先知哦，先知是较 critical 批判，指出这个错误，这个是较防腐的。啊，这是啥物？这是这个我顶回咧讲这个潘霍华哈，这第几礼拜讲到潘霍华。潘霍华伊一摆咧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做门徒的这个身份代志的时阵哦，伊讲一个例咧，伊讲吼，咱定定拢想讲做祭司啦，啊，做祭司啦。啊，所以咱的社会，以前是讲这希特勒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吼，哪像是一个酒醉的人吼开车咧？啊，酒醉人开车，咱即马酒驾上问题啊！咱台湾吼，一日间拢发生这酒驾撞死人的嘛吼。啊，这酒驾你听到啊？即讲咱教会吼，拢想讲我做祭司就好，所以咧挂这个医疗包吼，啊，入伫这个车的后壁面咧，啊，倒去互人撞着，较紧甲顾，倒去人较紧甲顾咧。伊讲你顾袂了咧，啊，顾袂了嘛。啊，顾袂了变怎？顾袂了，伊讲你都爱照进前去嘛。所以吼，这教会即摆咱有这个争论就是安尼嘛。就讲你照进前去吼，爱去甲这个司机甲诱来嘛。但是伊若酒驾咧，你毋是干你讲伊撞着人，我来甲救啊！你应该爱撞进前，甲车动起来，啊，甲这个酒醉的司机爱甲掠来嘛。啊，潘霍华咧做就是安嘛，要暗杀这个希特勒，就是要甲这个酒醉的司机掠来嘛，啊，要甲伊掠来嘛。啊，但是即摆是讲，这毋是伊热恶啊啦。咱即摆的教会吼，有即个争论拢是咧伊热恶，讲干会当做祭司，还是干会当做先知咧？毋是啦。啊，我是讲，这酒醉的人撞着人，你看着你敢要甲救？啊，你袂当我甲迄个掠来，啊，酒互撞着人放落去底下，互伊去受苦，毋是安尼嘛？就互撞着人，咱嘛是爱帮衬，这是教会一个祭司制嘛。啊，总是教会袂当限制咱的工作，干咧食嘛。你讲我酒醉撞人，这是伊的代志，啊，我着救人就好。
啊，所以这个做先知的这个功能啊，是讲这个使命，就是讲爱去把这个社会结构上的这个不义哈，啊是这个问题哈，爱甲指出来，爱甲制止嘛。所以有这两个身份嘛，啊，然后才有这舍本king 哈，这罗卜这个身份，王这个身份，这是耶稣这三个身份。我说这三个身份也是这个耶稣咧期待啦，咧期待这个军队的人吼，应该有的这个使命啦，就做先知、做祭司、做罗卜啦，啊，总是毋是迄款互人压迫、互人欺负的罗卜啦，是迄款自我愿意、自愿得的，啊，我咧做校长欢喜来共洗开，啊，做院长欢喜来甲学生洗开，即款的这自愿得。啊，你袂讲做校长甲学生洗开，学生就甲你看做奴才啦，袂啦，敢是？啊，做院长甲学生洗开，学生就甲你看无起，袂啊。你这洗开变做一个尊贵的工作啊，传达即款的这要紧的信息到这个学生嘛。我想咱停一下，这个啦。